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今仔日我哪会遮无题材，一开场用卡题来向大家。我甲你讲，今仔日的主角就是这个专班，拢用咖啡啊，甲其他的回收材料来做的，这咱台湾之光哦。而且这个故事爱对22岁啊，搁一阵捡歹东旧色的人来讲起哦。咱来听这个趣味的故事。来，今仔日一透早就来找这乡长吼，拄仔咧食早餐，食到吼高强大汉，咱叫做苦家明。是苦家明。啊，恁的工作室叫做 Lab 22，22岁，就是讲22岁的梦想，吼。但是这毋是空思，是真正实践落去。咱来看，真正有 substantial 的物件。废话莫讲，先来讲这顶头写的。是，这安怎讲？好，这吼，其实咱这个饮品这是咖啡壳甲皮啦。咱啉进前吼，迄咖啡豆啊，伊爱剥皮嘛，吼，啊啉了，佮有迄个咖啡渣。哦，了解迄咖啡渣。对。其实即摆人，咱逐工啉偌济咖啡。哦。咱讲全世界即摆一年啉差不多1兆杯啦。咱在台湾差不多一年一人啉200杯，所以这是这数字足大哦，数字足大哦。1兆杯的咖啡产生350亿公斤的咖啡渣。这上字幕哦，惊死啦！啊，但是咖啡渣是足毒的啦，因为伊是足肥、足肥沃的这个废弃物，所以吼，你平常你来讲啉了就完蛋。哦，一旦在土壤里面或是焚化的话，伊是足侪二氧化碳甲甲烷，那是温室气体。咱即摆讲地球变迁啊，地球暖化。甲讲者，我就唔敢啉。哦，咱讲文青啉的咖啡吼，其实你是无处理好，你是咧危害地球环境。哇，罪恶的原来哦。是安尼，是安尼。所以，阮公司吼，进前就差不多七八年前开始想讲，这个足趣味的，但是足问题废弃物，要安怎再生利用？啊，这是安怎分做两种？就是咖啡磨粒。啊，一个叫做咖啡壳，这特性是啥物？咱即摆粪扫讲废弃物收落来拢是这款嘛，壳啦、皮啦、渣嘛，吼，啊，这无法度处理啊，这是粪扫嘛，所以咱想办法来变做材料，还有配方，爱有方式，爱有成分，吼，一寡做法变做材料，材料什么意思？这套叫加工啦，你用这个材料，你法做加工去做不同的物件。啊，保质丸。材料，咱是讲材料，原材料。就像讲你起厝，你嘛是要有石头，要有刷嘛，会使起厝嘛。哦。所以咱对废弃物变成原材料。会使用的原材料。会使用，啊，咱就做原材料去做不同的物件。所以恁拄啊就对咖啡开始。嘿。咱第一个推出市场产品就是这咖啡啦。咱讲咖啡其实是一个真趣味的一个议题，大家佫无啥了解。啊，但是这咧，这哦，这这就是看到你今仔下车啉这根舒跑，这根舒跑我唔知道。这不是啊，我无讲过。反正咱今仔定用这个饮料啦，咱今仔饮料起码人类1分钟，差不多喝掉100万个保特瓶。好，你讲到我安尼罪恶万1分钟100万个哦，这个数字是对1967年开始，人类发明保特瓶跟囡仔一直累积起来，累积，所以足趣味哦。咱即摆讲什么海废吼，什么足个塑胶伫海里吼，迄有可能是1967年咱啉的第一个保特瓶，跟即摆无。留到即摆，还未处理了。所以这个是人讲，咱大家用足济啦，但是无啥好的方式。去回收、去处理、去再运用这个材料啦。我刚才知影讲过去有人去抽丝啦，来做衫啦，做袂赴嘛，因为迄个数量太济啊，1分钟100万的呢。
哦，所以咱在想足侪方式，讲除了抽脂消化做一组之化，怎么消化它，而且怎么样把它变得是更高价值的东西。哦，啊，这嘛是爱经过制作了对后，变做这原材料嘿，这叫磨粒。嘿，这就有材料嘛，哦，这是本色，这是材料，咱对本色变到材料，材料个变做产品，是这个过程。啊，那这个咧，哦，这才处理哦。这个其实这个材料咱叫二氧化硒啦，二氧化硒，但是伊的本色的来源是啥？是咱台湾是护国神山哦，精品哦，半导体产业做了真好，chips 嘛。精品，哦，但是大家要了解，迄是足重本的一个过程。精品安怎来着？迄是石头来呢，迄个硒嘛，嘿，硒就是石头，哎，石英加水晶就是石头。哦啊，你要做个晶片吼，一直做，爱切、爱消、爱化学、爱物理处理，是不是足侪物件流出来？迄个就是本色。所以名甲迄寡切削下来，咱讲细砂浆、细干料啊，废料，嘿，干料啊，各回收回来，各做运用。而且迄种物件好管制呢。嘿，迄就不是大家有法去处理的，我就假机会这种去处理。伊收回来，啊，磁力盖合作讲，啊，收回来以后，咱要来发电，甲做这个材料，啊，搁得做材料来做的呀。但是你要找这种厂商，你家己工厂还是甲人合作？哦，其实各款都无啥共啦。我老实讲，哦，因为台湾你嘛了解，本色是真济，但是讲本色是谁去收，无一定啦，无一定啦。咱工业的、农业的都无一定啊。无一定嘛，你讲咖啡渣即马谁去收，无人去收。无人去收啊。有人去拼啦，无人去收啦。好拼掉大家 OK 啦。啊，你讲收倒来去做代志，就本来变做一个产业，你真困难。所以咱嘛真辛苦，咱家己去收，家己想办法。你也家己去收哦？还是讲大家去拜托啦？我俩做哦，你跟他做完，你唔拿你去收歹人古色啊？哦，讲朱麒麟咖啡店，你今仔咖啡渣卖乱单，我来给你提走。哦，这慢慢啊，咱慢慢考，慢慢开始嘛，这几年的代志啦。所以你这是设计的物件，就唔拿讲哦，好，我来做安尼啊。无哦，啊，佮找到合格的厂商。第一步上困难是你爱收，你想看嘛？来讲咖啡，咱台北市有无这咖啡店？哦，几千啊，佮西门伊个物件是专家。每一家店一点点，一点点啊！啊，你讲要收，我要做几万箱，会来收偌久，收偌济，偌歹收呢？咖啡是淡臭，你第二天无处理就烂去，啊，佮有这个生果啦。对。第一件事情是如何回收，啊，而且爱储存、爱处理。对，咱拄仔讲咖啡歹收嘛，啊，你讲迄个保特瓶台湾较 OK 啦，较有系统的收嘛。啊，半导体，哦，这麻烦的呢。哦，足侪工厂伫不同所在哦，对不？啊，你要收，要安怎收？所以第一件代志是要安怎收。足侪人是开公司的收物件，这个代志就开公司，无一定好做啦。但是收集废弃物就是一个行业啊。虽然公司不是讲收集废弃物是主力，但是这件代志是嘛是足重点、足痛苦的代志。我会找到因吼，就是咱老观众就知，一年外进前，阮找到这个专门咧收拜堂古色的一个社会团体，伊甲阮讲，阮拢收互因呢。我讲，这个人是啥物人？啊，来甲查，甲观察一年，啊，佮甲买到用讲，有赞。我毋是代言人哦，我毋是代言人。主持人毋是代言人。但是我讲有好清，啊，佮袂歹，啊，佮有想法，所以毋才来找这项对。但是吼，观众朋友你放心，咱先来看画生做啥物款，来看，这我上捌，这个跑马拉松，会使跑马拉松会使，真侪人吼，阮一块当冲哦，退休无代志做，时间就穿这啦。但是，啊，你这是咧迄个什么神父咧脚底按摩？嘛有啊，嘛会使哦。啊，这是安怎穿落去我来解释哈。咱这项物其实是咱拄仔讲迄个半导体迄个细废料做的。咱拄仔讲材料的特性是讲吼，迄个细的是石头嘛，石英水晶啦，所以其实足坚韧的啦。所以咱即马甲它做鞋来讲吼，这鞋是足真润，强韧，穿甲袂歹。啊，磨去无磨倒，较歹磨底。但是啊，佫有弹性，啊，弹性个 Q 嘛，能 Q 呢？你讲跑马拉松嘛，吼，所以你若讲即马大家拢有当时是会穿这种较基本的，较接近大自然的方式跑马拉松，
好，但是咱做这项鞋啊，你看哦，安尼就是什么意思？这是会使矫正你的拇指外翻哦。哦，咱足侪少男少女、办公室男女，大家穿个鞋啊，按拇指外翻。像白卡安尼啦，白卡安尼一支大手仔安尼。对啊，医学报告显示，讲你若拇指外翻吼，你的寿命会较短啊。哦，所以咱有机会，咱讲下班穿一寡鞋啊去矫正你的拇指外翻，其实真好。个机能性的呢。哦，搁有吼，你看这鞋啊是安尼吼，咱这个造型是伊头前甲后壁拢有洞啊，保护哦，所以你有当穿衬托，你会踢到物件足疼，有无？咱这袂，所以衬托来讲哦，这是法拉利级的衬托啊。哎呦，讲是 LV 的呢，哦，Ferrari，OK， 那个改水哈。还可以这换对。咱即马卖这双衬托吼，其实一盖卖3个鞋垫，同时送给消费者，不是送啦，卖给消费者。咱这3个鞋垫拢有专利的一寡，咱东方经脉理疗的一寡原理甲原则。哦，这许神父。所以咱讲像这个哈，咱第一个这个哈，这个是你知大概就2个足底筋膜炎的。好。所以咱这一个第一个鞋垫是专治足底筋膜炎，不要说治，咱讲减缓。减缓，较袂疼。好，足底筋膜炎是有当下咱迄个美少女高跟鞋，穿啊迄脚足疼。运动拢袂行的呢。好，所以这是甲你减缓你的足底筋膜炎，这个是另外一个功能，这是舒缓你的神经，所以你会较好困。哎，所以你若有一寡肥胖代谢问题，也使减缓你的肥胖问题。等等，所以接的是足底筋膜炎，接是综合减缓咱的规个人的代谢，加神经。这个一般啦，3000的。这真正有。所以其实咱是安尼讲啦，就讲咱废弃物回收其实是一个技术甲一个理念，但是你讲若要消费者有法度去甲你接受、甲你支持，你就是爱想办法来变得足厉害噻。满足伊。你讲哇，这个不是讲粪扫济外高是，这鞋啊，什么状况无要紧，盖到。俗个有脚，个有效。无讲俗啦，无讲伤俗。这双鞋啊，这双差不多2000通啊啦，2000通啊。这就俗啦。OK 啦，你咧跑马拉松，一摆跑落去，你要1000外块。这双鞋个是2018年德国红点设计大奖。对啊，个内弯，恁这听讲恁的话，内弯上弯会当弯到50。出枪啊，才有。看你命戳100万盖拢 OK 啦。100万盖都会使啊。一般来讲啦，除非你做激烈、你做不正常的运动，一般来说其实都是 OK 的。我这双。这双也是一样。等一下我们会解释那一双，会解释这一双。我说过。这得这好这是。这双嘛趣味，咱拄仔不是讲迄个宝特瓶的故事嘛？歌啊，这双是咱甲迄个。这你熟悉无？这我有熟悉，Coca-Cola，伊下骹不是个 Cherry Coke 樱桃可乐系列，所以咱这卡鞋啊是咱的迄个保特瓶技术做起来是一个樱桃可乐联名的产品。这规箱拢超80%几用配豆板，配豆对不？配豆嘛，那个配豆嘛。保特瓶的话，咱对鞋底、鞋面。鞋垫，咱拢总是保特瓶来做。上趣味是你讲，咱的保特瓶会使做鞋啊，咱的瓶盖唔好乱啃咯，可以使。两这当啉咧。你大家。即马去流行，就阮 DIY 啦。阮家囡仔即马个流行安尼。做一寡处理一下。这嘛是设计上足好的创意啦。你讲你今仔下载啉。A 牌饮料、B 牌饮料、C 牌饮料，你也使个换落去 ，OK 啦。个来这做要没讲掉，这双鞋啊是运动、休闲跑步，拢差不多 OK。一个全防水
全方水哦。哎呦，咱是时间有限制啊，咱讲咱去做实验，这箱纤维鞋啊吼，差不多你水差不多遮悬，去淋水袂焦啦，袂焦啦。内面个袂淡。OK 啦，袂淡是袂淡。哦，这是全方水，而且这箱是台湾制 ，Made in 台湾。这阵你倒位拢会使呢。所以以咱台湾即马做样来讲，这箱差不多顶规啊。这箱还袂花钱？这箱咱差不多嘛是3000以内，即马差不多是遮俗哦2800还是2600。这箱是咱拄仔讲的迄保特瓶，台湾的保特瓶 Q 的啦，搁伫台湾制造做出来的啊，搁是这么顶规的全方水。但是阮咧强调这个物件的时候，唔那是讲啊，因为阮有闲，所以你来买这个物件，唔是这个意思，就是讲咱即摆消费的观念应该改。咱咧消费的时候，其实是制作团，咱爱减团。啊，你爱做这个消费者的时候，爱做一个有社会责任的消费者，安尼才是真正正确的消费。哦，是啦，因为鞋仔来讲吼，传统什么做的？大家有一下，鞋啊，什么做？布啦，塑胶皮啦，布啦、塑胶皮嘛，啊，搁一寡泡棉嘛，其实迄寡拢是石油啦，拢石化的啦，对吧？啊，你讲鞋仔是安怎做？咱石油伫倒位？毋是台湾嘛？石油伫足远的所在。进口的嘛。进口，甲台湾做料包做材料，啊，搁摕去中国、越南做鞋仔，啊才来，对吧？啊，搁来摕倒来卖，摕去美国卖，所以你讲鞋仔看就足高碳排，无法度啊。所以这是咱公司的第一个想法是讲，哎，咱卖用石油足济来做鞋仔，咱想要用一寡在地的粪水捡起来，好好研发来变成做鞋。因为迄种物件无法度消灭啦。啊，你别人而且卖，佫制作问题嘛。别人卖啦乱弹，迄嘛变成地球负担。对啊。啊，我若捡倒来，我若有技术，变成材料，变成我的取代石油的可能性。这箱呢，敢若乐高玩具的Lego。这箱其实是甲你，这箱咖啡靴是亲兄弟啦。哦，啊，你这箱是弟弟，啊，这箱是哥哥啦。伊较厚的款哦。伊较悬啦。伊较调缸啦哈。就是讲，这箱是咱的第一代咖啡靴，这箱是第二代。但是因的特征拢赶快是讲防水防雨咖啡靴，啊，可以使直接丢洗衣机去机洗。这摊等咧洗衫机。偌轻，你看这偌轻。安尼我有救啊。我免咧不水话啊。你买什么搭？不是，你讲某某雨靴哈，迄种是足重足大的嘛，我都清理。这是足轻的，但洗衣机直接洗就 OK 了。哇，今日你看我都唔知，我穿半当啊。所以这是咱回收咖啡渣做的，咱对下底甲下壳甲内底这个袜套，拢是咖啡渣去做。过去我刚刚知影讲咖啡铺吼有咧做画底，但是还佫无规箱画。这规箱足难的啊！听起来就知影好，你讲这车嘛是共款嘛，这节车灯也许简单，啊，这几台车足难的，这几台车是一个系统，是一个整体嘛。所以这箱就是咱咖啡渣去做的所有的咖啡靴啦，第一代甲第二代，啊，咱这个底部设计嘛足特殊，就是真趣味啦，少年的喜欢啊，少年的喜欢。其实做到这画伊的产品足多啊，佫有其他关于着制作内面的过程，咱继续来甲看落去。咱头讲真侪故事不如对因的厂牌开始讲起啦。七路这内面七路 International Top 100，这是什么意思？这个牌？这个牌你讲2020年啦，迄年发生什么代志？疫情啦，对吧？所以全世界拢是足袂爽快足安静。但是那一年这是矽谷，美国迄个矽谷。因这间公司完全咧讲做创新奖励啊。咱是全世界前100名的创新的公司，而且矽谷颁的奖啦。迄年咱是唯一亚洲得奖的公司，因为一般这个奖拢颁给美国的公司啦。所以你讲亚洲的公司还是台湾公司要得这个奖足困难的。
咱是迄年上榜全球前100名最新创的公司。哇，这真正厉害呢，台湾之光呢。吼，啊，转来，你头下讲到这个，这个是啥物啊？这个吼 Business Leaders Mag。这个我都较歹势，拢更较低啦吼。但意思这真厉害哦。这是一本美国足有名的杂志，叫做 Global Business Leaders Magazine， 全球领导力杂志。哈，咱这是30 growing companies to watch， 就是全球成长最快的30家公司，全球最值得你关注的30家成长的公司之一。哦，这英语是 is honor under， 这是。30 fastest growing companies to watch。哦，2022， 2022年全球最值得关注的成长30强的公司。好，这嘛不简单，因为一般咱台湾公司较难啦，有法度去安尼肯定啦。观众朋友吼，这唔那是纯粹咧来因做广告，大家爱想讲，我对这原料要共回收，啊，惊会烂布。啊，佮创甲焦掉，啊，每一阶段拢爱创甲好，才会咱甲斗起来。啊，佮卖出去，啊，佮负责甲消费者来沟通，啊，佮去参加，啊，佮去甲人讲，我这个斗。所以老外都感动了哦，老外都说这很棒。但是爱慢慢去想讲，我对倒开始吼，其实内面啊，佮真侪伊去设计这个调奖，咱来问看。F， 大家看到这个 F 吼，这红点。其实结果2个大奖，一个是红点，红点是这个有圆圈的啦，有可爱那个点嘛，吼，红点。啊，这另外一种就是叫 IF 还是 IF？IF 啦，吼。结果就是2种嘛，吼。但是你看这是真济啦，你讲咱红点，那么 IF， 而且 A 底上这是意大利的。哦。这意思讲，咱即马咱这个鞋啊是设计得点。但是一丢不是小奖哦，一丢拢是国际级的大奖。所以咱过去差不多5年的时间，咱的鞋啊一个丢差不多30几个红点啦、IF 啦，各式各样吼。所以咱伫迄个一个设计力论坛，全球设计论坛，那是全球排名第1公司，设计排名第1的鞋子的公司。好，这是嘛是加辛苦的代志啦。啊，像咱讲这2块，这是 IF 嘛吼。Espresso Pen2，Espresso Pen2啊，就我加一个 O， 啊，我这箱是 O 还是 O？ 兄弟档嘛，这箱的 Pen2， 这箱 Pen2。哦，这家厉害哦，咱兄弟档咖啡靴的 IF 连续2年都被肯定。哇，弟弟先得奖，然后哥哥马上就跟着得奖了。这个是讲咱的 IF 有这个。好，来讲 Pen2、Espresso 来讲，咖啡渣靴来讲，咱就着点。我感觉你的产品内面上趣味的物件，就是循环经济。是，就是会当吼，因为恁的目标是讲当时会当做个碳中和。其实即马阮的技术来说吼，咱就差不多26，你看每年啦，哦，差不多咱就有第1款鞋子会使碳中和。你甲咱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叫做碳中和？碳中和，这嘛是咱讲台语嘛，较少讲这碳中和的代志吼。但是意思讲，即马咱做一项鞋啊，卖一项鞋啊，足侪污染，产生足侪碳排放嘛。咱即马环境的问题就是碳排放真高，所以咱气温足热的，台风足大的吼。那怎么样我们做一个产品或是卖一个东西，到最后它是没有碳的产生，无负担的啊，没有碳的产生，或者说也许产生一些碳，但是你也找到一些方法把那个碳减掉，或是收回去，所以叫中和嘛。正负不是中和哦，是中和哦，中和了哈。所以咱这个碳中和是真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讲，若讲咱人类做每一件事情拢是碳中和，安尼咱这个地球就足美满的安尼。这个碳中和。互你碳中和啦，互你大碳钱啦。但是讲到这要大碳钱我感觉恁这因为介绍我真知，介绍实在是无悬啦。你凊凊彩彩的一项
有的啊，即摆是少年人哦，一去就是5、6千呢。啊，这变安那做到安尼，整个企业变安经营哦，咱休困者，马上回来。那粪扫废弃物到处都是，要安怎有效率的回收，其实足困难的。啊，收回来第二项困难，但是你收回来是粪扫嘛，啊，那变成会使加工的材原料，啊，迄是核心哦，还有配方，还有制成，还有就是研发嘛。啊，第三困难是啥？是讲你材料做成产品，好不容易做出来了，啊，消费者敢会了解？你做啊忝啊要死，敢会了解你真辛苦？啊，甲你讲，甲你嫌呢，我真贵啦。啊，我讲你这粪扫做，敢卖袂遮贵啦？咱头仔早起伫仁爱路，是，我甲你讲，这是算做我故乡呢。阮兜以前3块街，这南机场。啊，你是安怎找到这是什么所在？是阮是有研究过啦。哦，台北市来讲吼，咱这地来讲是特别需要被关心。啊，你要传来，才看因安怎来做回收，喏。是啊，咱下站是讲，咱伫办公室看迄下是干那迄个保特瓶做的嘛。哈，吼，保特瓶是安怎来？是对遮来。哦，这有影呢。嘿，迄内面拢这，真济。啊，这所的是。迄毋是我捡的哦。你唔是，不是我捡的哦，不不是我去捡的哦。来，主席你好啊！这是咋称哦？顺人呐，顺人哦伊。是迄个五角半平权学会咱的啊，这老朋友啊，你老朋友啊先不熟悉，你来上阮节目啊？是。哦，恁就是信前有嘛？对哦信前有其实咱是共一组啦，恁工作阮的共组的啦，阮共组的啦。会啦。好势啦，吼所以阮公司就讲，阮需要保特瓶来做下实现咱循环经济的技术嘛。啊，保特瓶要倒位来，咱唔爱凊彩捡，咱去找一个有啊，你家己去捡吗？无啦，是阮的做者阿姨斗相共来。我这加问的咧，就是爱找一寡阿姨啦，还是医生啦，来这边斗相共。对。啊，今仔日敢有？有哦，今仔有做者阿姨会来阮家买保特瓶。是哦。对。哦，这哦。哎，来。奶奶你好，嗨，不倒你哦好。，你叫伊什么？不倒，这是不倒阿姨。哇，你好，阿姨但你好。是来，但是我不姓布也不姓岛，我姓什么？你姓啥？不倒翁啊，啊。你姓不倒翁哦，我姓布也不姓岛，姓翁啦好啦。啊，你姓翁啦。要跟你开讲啦100分。撩你啦。哦，是，这你讲懵的呢，哇，讲遮久赞呢。啊，你逐工爱差不多用车去收，还是爱用走人行的？用手关。用手关的哦。哎，你平常无车去哪救吗？买，因为这物件吼可遇不可求。你别讲车拄的啊，无半项扛走，那拉车又好重，干脆一手拎一袋。啊，安尼一工安尼产量头偌济？嘿，无一定。无一定，阿达利啦，看阿达利啦。嘿，对。即摆我甲主持人解说，咱讲咱遮负三倍的钱意思是啥？讲咱外口来讲1公斤，伊这是称斤的嘛，伤济无都算，称斤1斤3块4块，外口可能3块4块啦。1.5。即摆算1.5哦，迄甲石油价格有关。若讲石油价格较低，迄外面回收价格嘛较低。伊即摆1公斤才1.5块台币哦，对无？1公斤爱几个斤啊？台湾钱呀。无啦，1公斤几个斤啊？无算过。差不多10几个、20个吧。哦，差不多20几个。所以艺术讲吼，伊即摆扣20几个干那1.5块台币。真济吼。哦，所以咱讲咱用3倍试看卖。啊，你安尼差不多爱，但这3地你差不多扣偌久？扣差不多1个礼拜多。啊，咱来称看卖。好，回来100，猜猜看这个可以卖多少？我来要看卖。又没有。那个有奖嘛？谢谢，别罗汉。好嘞。你看无几公斤啦？不要紧啦，咱用加的啦吼。用解啦。无镜头看袂。咱看一看，遐几公斤？你敢要猜要一个？安尼偌济钱？咱先讲几公斤好啦，几公斤看有5公斤无？有啦，有5公斤。优秀。无啦，我凊彩要，凊彩要。这安尼差不多几公斤？11。哦，11哦。 11。啊，11差不多偌济11拄仔讲外口即摆1公斤是1.5块，啊，咱即摆4.5，3倍嘛。
对不？11公斤4.5，安尼差不多50块左右。 50块，拄安尼50块啦。 50块。哎，哎呀，你外靠就是，他加只有一集，啊来，这个，这个情况嘛，就加进去。 4公斤外，所以1.5安尼是偌济？差不多7块。只靠，他那这伫外口是7块，啊，咱家付差不多21块。一口，对哦。嗯，啊你安尼一礼拜通来几抓？一礼拜来几抓？咱五个半营业是2摆，一礼拜2摆。我有才会来，无我就无来啊。嗯。哎，所以一个所以一个2盖了哈。他们是人盖，我能干。啊，阿姨啊，你这平常时吼，哎，除了做这个，还有其他的代志通好做。无我食饱营。你食饱用，跟你扣这啦，啊做身体健康的啦。对，没错。咱当时开始参与这个计划，足久以前啊。 5档啊啦应该有哦。 ，5档啊啦哈。2020差不多开始了。你应该有家己斗阵有咧做这项代志，有熟悉朋友啊，有出来啊，或者是讲因为从事这代志熟悉嘛吼。对哦。你有认捌讲，因这做了这了后，不管是生活啦，还是态度啦，有一寡改变。有啊，我拢吼感觉大家都愈做身体愈空间，然后足亲切，袂讲安尼做一工课足下摆安尼。但是我甲你请教者吼，嗯有人讲咱这个保特瓶啦，迄配度吼，迄挂甲这个保特瓶，迄挂甲这个芯哦，挂其实无回收，敢无咧用？无迄挂是无共款的材质啦，所以咱要回收遐另外处理。所以其实配度是迄个板呐，迄个板，迄个身躯尔。啊，当然迄迄个挂嘛，挂迄挂是另外的材质。所以咱是毋是爱宣导互民众知影讲，迄个挂爱另外收起来？但是即马就讲咱第一线回收嘛，足少人咧宣导，吼嘛讲啊，无你分开这安尼收嘛歹，所以即马因就是规个拢收，规拢摕来，啊摕伫个回收厂，专业伊个可以处理。节淡仔切。哎呀，你来收的时阵尽量拢爱个倒背。嘿，打背，然后吼要注意安全。我来讲哦，听讲伊吼，嗯，即所的因个还佫空思妄想吼，佫做一种物件吼，互你行过搭落去吼，啊佫知影讲，你的骹芳啦、安怎啦，还有要互你更较空间呢。好，我好想去参加。咱来体验一下。好，行。吼，哎，现在不要走1万步。我毋知影是安，迄个机器是安怎的，我嘛毋知。也好在像很遥远呢。无啦，伫边啊，直接就来去。哦，来行。即摆就是，这是啥物机器？这咱一般理解叫 in body 啦，in body 是讲你徛起来吼，骹徛的、手抓的，伊甲你嘛，蹦动是基本。哦伊甲伊讲哇，你蛋白质偌济啦，肌肉量偌济啦，水分偌济啦，身体新陈代谢状况啦，意思讲伊甲你分析讲你即马身体的规个身体组小仔，成分。你在家用这是啥物物件？无啊，咱拄仔讲咱是资源循环嘛，啊，资源循环的需要讲来讲就是供应链经济弱势扶贫，对吧？但是后来发现讲咱这寡老人家，他们最大问题是他们也越来越老，越来越没有那么好的健康的状态，所以咱决定讲我们用第3个模组，就是想办法促进他们健康回春。哦，你真正对经济部去到卫福部呢？这我无了解。经济部长、卫福部长，这所在较看好咧。哦，所以这唔单是蹦动啊，佮内面佮看你的体脂肪，看下其他的物件。就是要来看清楚嘛。奇怪，老人家他一辈子搞不好都没有去体检过哦。啊，有可能哦，伊拢无了解讲伊是健康无健康，什么的伊唔知哦。但是第一届要甲奇怪老人家一个一个去检查清楚。好，这个部分是身体组成分组成基本健康判断的部分，先从身体基本判断跟分析开始，但是咱更加看讲判断伊的下半身的力量，伊的站姿加步态，咱就了解讲咱这个老人家吼，以前嘛行动跟肌肉力量 O 不 OK？哎呦，这才讲完呢。其实人要身心灵健康，第一个最重要因素，你要能够自由的移动。
哦，对不？你来讲今仔你就而且有影哦，你哪里都去不了，哪里都站也站不起来，走不了的时候，你要什么人生追求都没有。哦，对，这样行去，哎，哎，对，好，站在这里哈，然后我帮你卷一下。即摆伊安尼先徛起是静态，啊，看你徛，哦，即摆是重心安怎，有正无，有歪无，有安怎无嗯，所以这个4个光学的测量的镜头，啊，好，咱即摆去扫你的下半这扫描的啊，嘿，嘿，细卡，这细卡，那耳朵，这是4个光学镜头。你的脚，好，就是它的长啊，可以再看这个画面状况啊，还有你的足弓状况。好，啊，你先帮我站着就可以了。你嘛在看一些画面，哦，这足它侪资讯。它在量这个长宽啊，哦，你的脚围啊，还有你的足弓。啊，咱这台是咱甲一个足厉害美国公司，它现在在量你脚的哎压力。共同哦，就是说你平常站的时候，你的啊，咱是第一届给引进到台湾来做这个大规模的实验。哦，哦，这电脑镜的呢，好，你来看，你的脚这个咱的 AI 技术去处理。好，啊，你啊选经纬，你就要经较长的迄较大卡的。较大卡的。对哦。好，啊，你的宽度就适中啦。好，宽度就适中，所以你就选适中，可以选适中的鞋。适中的鞋。你拄啊，迄是红红哦，一片嘛。还是安怎？哦，迄就是平常的总控啦。有个你要拍这些。有个介绍吼，你都要用种画珠啊平常你无下珠啊吼，L620这个画珠啊，都往右边偏啦。你会愈行愈疼，啊，你愈行愈外旋嘛。哦，对啊，对啊。好，啊，今晚我们送你一个是足高机能的、高功能的鞋垫吼。你若穿落吼，来，那个艾薇你穿了你会变成安尼。啊减轻袂变红啦。会感觉你应该是右脚经常会觉得比较酸，就我应该来去看嘛，你带你去，来退回去看完。嘿，啊，麻烦你帮我站到中间，脚微微分开这样子，与肩同宽。嘿，好啊，右脚再收一点，好，这样 OK。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好，那你帮我站着就好。他现在在量你的脚的整个的状况，好，长度啊、宽度啊、脚围啊、足弓的高度啊，还有后脚跟的宽度。好，那现在他在量测量测你的足压，就是你平常站时啊。好，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看到，你可能都比较侧右。因为我倒脚这个髋关节是人工，长底脚。好，那我们进入到下一步，叫做我们动态。我头到看的时候，嘿，那我们先站到侧边。来。对，那一次帮我踩一只脚来回。好 ，OK， 开始。哎，对。好，转回来再换右脚。好，那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就是我们的足部的测量，还有包含我们的静态的足压跟动态的足压的一个测量。对啊，这都是裂咖，好，完全3D 模型就是出来。好，那可以看到，就是现在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您的脚长其实是偏长的，就以100分比，对。哦。好，然后我这意思讲哦，你拄啊这个，你讲你脚是7号甲8号中间，你是7.8号啦。啊，讲要足精准，连你是几号都对。嘿，好，然后您应该是左脚比较偏长一点，左脚比右脚，从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所以选鞋的时候，我们就要选比较脚长的那一个部分。好，那您的脚的宽度呢？好，脚的宽度呢是偏窄的。对，跟一般人相比，对，那您的左脚还比右脚要窄一些。是。对。那我们来看一下您的，查盖这。您的两脚的足弓其实，差的距离间距比较多。倒脚你较扁平哦。对。倒脚扁平啊，右脚比较。因为我自从开刀了，倒脚较无用力，拢用正脚来用。哦，啊，所以你即摆你倒脚规个是一个他，我讲塌陷了，较无力咯。对。哦，迄足弓无力咯。对。好，所以像您脚是比较扁平，所以相对足背也比较低。好，所以相对我们的脚型就是要选择包覆性比较好的鞋子。对，然后后脚宽也是比较窄的，所以如果你选鞋，它的那个鞋垫里面后脚跟可以帮你包覆住的，好，那你走路就会更稳定。有影。嘿，好，那我们就现在来看看你静态站立的时候。L600。这有影呢，这吼对经济部走去要卫福部呢。哦，这真赞，这有理想。是。但是呢，我跟你讲，这伊讲伊少年时阵来反骨，
所以吼，伊这个故事对因爸爸迄代开始是安怎来做画做到安尼，会做到即个，咱继续来听落去。吼，咱头拄仔讲着讲，这卖画啊，卖甲伫赖顶头爱卖，吼，啊，佫爱帮助因哦，佫来创啥物创东西里七八。其实哦，我感觉上困难的，就是讲要做这条完整的这个生产线，我想起来讲，这若是普通人，大概是无法度做哦。这是咱一开始吼想代志拢想啊上简单啦，吼。但是这嘛是代志会当开始的开始啊。但是拄安尼对头讲到尾，你会发现讲三件代志真困难。吼，第一件是啥？回收啊，回收啊。吼，咱的垃圾废弃物到处都是，要安怎有效率的回收，其实足困难。啊，收回来第二件困难，但是你收回来是垃圾嘛，啊，那变成会使加工的材料。啊，迄是核心哦，还有配方，还有制成，还有叫做研发嘛，迄个第二个困难啦。啊，第三困难是啥？是讲你材料做成产品，好不容易做出来了，啊，你都要讲啊，消费者敢会了解？你做啊忝啊要死，敢会了解你真辛苦？啊，甲你讲，甲你嫌呢，我真贵啦。我讲你这粪扫做，敢卖袂遮贵啦？好，有即体，讲我你要靠伊。所以啊，你哪会要选这道？所以我讲我戆嘛。但是你是处理本队就做这吗？阮爸爸迄代吼，咱就是讲咱大商去共加工，敢开鞋厂做鞋啊啦。哦，做 OEM 的啦。啊，其实我嘛是差不多，我是学校毕业去做银行啦吼，差不多做10年10档，吼。哦。啊，做啊神吼，讲。哦，你就是不爱接触的事业就对啊啦。啊，讲迄无啥趣味的款啦。这大概少年时啊，结骨啊。反骨吼。啊，后来我就去阮爸爸的工厂看，讲伊是安怎做啦，去学习。我讲哇，夭寿啊！什么咱做也是这个过程呢？原物料一车，安尼逐工入来，咱用生产线很多的工人吼，一箱一箱做，啊，搁一箱一箱出货，10几档吼，做几十亿双鞋拢有啊。我想讲，啊，咱这个鞋啊是做遮济是去互向穿，啊，鞋啊是安怎做啦？吼，啊，想来想去想无，这讲咱较有学问那个线性经济那一种，愈做愈多，愈卖愈多，业绩越来越好，股票越来越高，这个线性经济。但是大家无去想过嘛？啊，咱人类敢需要这种线性经济？对啊。哦，一起消耗能源，消耗浪费，新增的这个废气越来越多啦。伊要互你补这无？所以一定变面嘛。我就知咧。爸爸是足支持，但是伊看无啥了解啊。伊讲奇怪咧，阮这代做也真简单啊，材料买来加工落去，啊就出货啊，一箱熟，对咯，滴就走入去，迄头就变烟钱啊。这意思。啊，讲你那遮戆，做时阵你去开垃圾场啦，去收咖啡渣啦，然后。做什么研发啊？不半工，个做袂出来，真歹做嘛，打无，啊嘛无法度签，啊佫卖啊足贵，大家嘛无了解，又讲足戆。哦，所以开始的时阵，有听讲后做甲前2工就歹去的，啊无正样的，足济。一定足济嘛，咱实验可能500、1000个拢有啊嘛，迄绝对是无法度。你咖啡渣糊，你讲要做的迄那变魔术啊！我讲22制梦所 Lab 22是这个意思啊。迄若无一寡小小吼，拄啊毕业无了解人，家去做这个代志。是这个意思的。Lab 22就是讲吼，22啦，中二症啦。拄啊毕业，头壳歹去。头壳歹去的中二症。到去做这个，才有去做。你讲，你有想过，你的永续是一种方向，唔是商机，这什么意思？永续啦，哈，其实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好，咱讲起码人类哈，咱起码人口我嘛每个叫100亿啊嘛，好啊，对待环境跟地球的方式，可能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用料都无安尼，哦，用了啦，用了都无嘛，但是用了。用了。哦，所以这是足侪科学咱来讲吼，起码是
真辛苦，大家是足痛苦，但是免处理。所以你若无永续、无永续、无一寡特殊的解决的方式，也讲鞋啊，大家拢其他品牌拢安尼做啊，伊就骗你愈买愈侪就好啊嘛。摕明星甲你代言，摕相甲你代言，迄是啥物意思？叫你紧买，伊无其他想法嘛。啊，咱今仔来做一个咱的新创品牌，我要甲伊拼明星嘛，我可能拼袂过伊啊，所以我会使拼一下，我这个善良的22岁的初心甲想法。好，提出来，请大家来支持。所以就先求有良心、有善意，再来求讲有趁钱。所以讲爱戆戆，一开始爱戆戆，后尾你想，你无戆，你无法度选这道嘛。好，你就是一般大众的操作方法就可以了。有想讲要想起来迄个刹那之间。啊，其实大家在想哦。大家的想意思是讲，其实是真辛苦啦。哦，那讲，即马是嘛是真感动，因为足侪人甲咱支持。啊，哦，像咱今仔主持人来公司，大家安尼哪讲哪讲嘛，这嘛是一个支持。我有甲因偷偷观察才有一档，我讲这会死也袂死。这应该好好来观察者，啊，再来找你。哦，我先去请，我一摆去买3、4箱。感谢哦。啊，无，我是挑工，阮咧做节目拢爱先甲人观察啦，毋是讲挑工要甲你做 promo 啊，要甲你，毋是，阮看到这有影有认真有咧做代志，啊，咱才来做。当然啦，吼，我的熟悉思路是有一个原因，就是5角半。哦。5角半甲阮讲，啊，人生百味这个代志，阮也知。你会去找因，而且。我知影讲你是用3倍的钱来甲收呢？这就是咱拄仔讲的迄个回收议题啦。啊，讲哇，这粪扫是全世界拢是，像是拾荒者，拾荒者就是迄个孤老病穷啦。这几个字发生，你会去捡粪扫啦。咱讲捡粪扫是较无礼貌啦，就是讲资收一寡工作嘛。所以我想讲，哦，啊，咱来做回收时阵。有法度用咱家己一个想法，你去捡，我甲你鼓励，吼，伊足善的啦。捡一个柑仔，迄一个柑仔差不多5分哦。你迄脚本佫写唔对，一个柑仔较5分，意思讲你要捡20个，差不多1箍台票，1箍啊。吼，啊，因规工捡啊尾4、10几点钟，差不多。头捡几间？100外箍。我想讲，我若去3杯，一工变可能4、5百。安尼你一工薪水100外加500块差真济呢？对啊，就通3顿就通食着啊。100外块差不多食2顿啦，对不？那500块你食饱以后，你可使买一下新衫，做一下头毛，照顾家里，迄人生的尊严甲想法都无共款。所以如果咱若要做资源回收，若讲废弃物回收，有办法去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好，来去做供应链扶贫的话，这嘛真该好，所以我甲迄阵一开始甲人生百味啦，后甲变成5角半，我讲好，阮公司来出钱，阮来处理，但是恁来遮斗3工，好，因为遮20几个拾荒者，逐工你爱去面对去处理嘛，所以是这个来源啦。好，啊，伊即摆伊逐工淡薄捡迄个柑仔，变成咱做拄啊迄个鞋仔材料。那对你家己。本身对你公司的同仁来讲，你认为你这间公司上后尾免讲上远啦吼，5档之内，你想要变做什么款？你敢有一个这 objective？ 若讲 OKR 吼，要什么目标？实现什么理想？我感觉即马来讲吼，咱已经伫这个产业内底，我们公司算是领先啦。我讲咱是技术领先，商业模式嘛算领先，理念嘛加领先啦。所以讲5年之内，可不可以把它孵化成是一个大家全民都能够支持的一个新的做事的方法？好，咱会使把咱的营收成长，咱的影响力放大，帮助的人更多，回收的数量更大。好之下，我觉得我们是有机会在咱这个行业。咱做比世界领头羊。那就你即马所已经经营有偌久？
咱这个公司差不多10档的时间，但是咱差不多做5、6档啊。做5、6档落来吼，你感觉有倒几个所在有通啊，甲成本降落来？是啊，而且这技术做较往前行，还是讲其实迄成本要降落来可能性较低啊。啊，但是我技术可能甲突破了后，我阁有通啊，甲这成本降落来。其实成本供应链这个代志吼，其实甲商业是联动啦。意思讲，你若商业面你开始甲咱的扩展拍出去，量若有，吼，慢慢甲规模甲营运系统做起来，咱的迄个拄仔讲的成本跟供应链我都改革。要讲咱拄仔迄个宝，你讲咱迄个兄弟咖啡靴嘛，有哥哥，各有弟弟，我今晚各出妹妹，哦，这一系列的咖啡靴的时候，它变成是一个好让它带路。哦产品系列。啊，你如果讲你买1箱、2箱、3箱、4箱，你朋友来买，伊啊，恁这个循环就起来。我后到去收的，我感觉讲，哎，就有成就感。我哪收哪进哪收哪收。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循环经济，要快，从慢循环变快循环，就有办法解决很多现在的瓶颈跟问题。虽然一开始是对 Lab 22吼，这个空工开始，但是会当愈来愈巧。哦，虽然拄着真侪困难艰苦，但是继续来行落。所以 Lab 22是压力会空空笑笑，哦，再努力一下，看有没有办法真正登大人啦。 5年了后是27岁，哦，唔是啦，差不多这意思。今仔真感谢吼，这园长吼来带咱来看，啊，这生产线乃至到讲这原料安怎来处理，希望观众朋友一旦开始来思考。 咱每工提钱出去买到什么物件，用到什么代志的时阵，需不需要，搁再用重新的眼光来看你所买来的物件，用到的物件，来遮这双话，看到你的人生。感谢，谢谢朱麒麟，感谢，谢谢世界万行台，拢伫咱谢谢台湾新眼界。